那我们要知道，我们一直都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的时候呢，在六道中的所有的众生跟我们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好了吗？啊？好了啊。好。关系是怎么重要？是非常重要。我们要知道关系是非常重要，是这个意思啊。关系来说到就是不是我们自由的，我们就想要就是众生跟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关系，不是这样想的，我们没有选择的。但是过去生已经是我们跟众生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要认出，我们要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啊。所以所有一切的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亲。都做过我们的父母亲，也做过我们的亲友，也做过我们的敌人，啊，那么这个众生，这个人的母亲，又成为那个人的母亲等等的这种循环，也是一种循环。所以我们今生跟来世，过去、今生、来世这3个时间去看。那么过去的我们的这个情人，在一世是不是我们的情人？那么这一世的我们的情人是不是下一世也是我的情人？就这样去想的话，那么我们就从这个上面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在修持这个法心的时候，就是4种出离心的修持的方式，上面就是相当就是有修持这个慈悲喜舍的这个摄无量心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的能够可以对所有的众生的执着能够可以作为一个平常心，对怎么说呢，亲人对敌人对平常人这3个。那么我们这里面所讲的，今天这里面讲的就是一切众生都称呼为父母，自己也做过他的父母，他也做过我们的父母，然后也很多人也是成为过我们的那个徒弟啊，有些人呢就是做过我们的平常人。那么这一世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平常人，平常的关系的众生，不光是人，所有的众生，我们这一世当中是作为一个人的众生。那么我们做人的这个几十年呢，肯定有很多的朋友，比如说每一个人这一生当中已经肯定有过很多的朋友，以后也是会有很多的朋友，但是也有过很多的仇人，以后也会产生很多的仇人，就像同样的道理。但当然呢，这一生当中也有就是很多的平常人，亲人、敌人、平常人，这3个就是所有的众生跟我们的关系，过去也是这样来的。但是这样的话，就是是不是平常人就是一直都是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或者是仇人一直都是你的仇人，这就不好，这就没有办法这样说的。过去的仇人再一次变成你的亲人，过去的父母变成这一世的敌人、仇人，那种的状况就是不断的。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对所有的众生是作为那种亲人或者是敌人的那种执着，这是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知道这些以后一定要去思维，经常要用起来，不然的话就很多的障碍都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跟摩擦，会产生很多次的那种修行上的障碍。他们说有点太冷了。你们去调嘛。呀，是那个学毕说的是吧？不要调，就是去那边调。那个，好，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的话，那怎么用呢？我们因为一切众生对我们是非常重要，我们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的话，就主要的发菩提心的对境是一切众生嘛。我们没有一切众生的话，就是我们对谁发菩提心呢？
就没有发菩提心的对境嘛。所以一切众生对我们是很重要啊，而且我们要知道一切众生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没有这个的话，就我们怎么去观修呢？对不对嘛？对。所以就相当就是在我们这个修持那个修信八颂的时候，就是说自己将那诸众生看作众语如意宝，所以我们把对一切众生呢，就是作为就是相当就是如意宝一样的非常重要，能成大使之心亲什么尽力爱护常不懈，对一切众生的爱护是经常不要懈怠不要那种放弃当然是更不能产生讨厌这些众生的心。那对于一切众生的讨厌跟不开心或者是不喜欢一切众生的心是比较不容易产生，但是对敌人跟对亲人经常会产生喜欢跟不喜欢讨厌跟不讨厌的这种问题是经常发生嘛。所以我们要知道一切众生本来都是我们的父母亲，但这个里面这一生当中，在我的环境里面的这些众生，不管是敌人也好，不管是亲人也好，这些是跟我的缘分是更近的最近的缘分。所以就是必须得要用我们修持佛法的慈悲心跟大悲心来圆满我跟这些众生的因缘。过去无论是好的因缘或者不好的因缘反正就是有各种的业力因果嘛。所以我这一生当中呢，就一定要，因为我就是碰到了殊胜的佛法，因此我把所有的这些过去圆满与不圆满的一切的因缘，都是今生必须得要圆满，要有这样的心来修持佛法，这样来面对一切众生，这是对的正确的。我在经中说，如果把整个大地的土团成像枣核一样的丸子，其数量可以数尽，但是各个众生互相作为母亲的次数却不可胜数。护主龙树说，团土沉入枣核丸可数，然为母之边际不可尽。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没有不如此转生的，所以以贪心的缘故，断过的头和肢体不尽于其数。如果把曾经身为蚂蚁等小孩时的身体堆积一处，将比须弥山王还高。因口中无食，背上无衣，感受寒度，身上无衣，感受寒冻、饥饿、干渴等痛苦，而哭过的泪水比海水还多。那么这些里面讲的就是我们在过去整个的六道轮回当中，变成那些比如说小蚂蚁或者是虫，现在我们也经常会看得到那些螃蟹那些就是断手断脚的，这些是经常都会看到的嘛。但是这些众生那个时候就是有没有感受，那就像我们现在人断手断脚一样的感受是有的，痛苦是有的。但是如果是在一个大象的面前一个人大象走过去的时候踩死了一个人或者是大象踩到大象的脚下面，然后就是要踩断了人的那个怎么说呢，那个胳膊或者是腿，这样的情况下，大象会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它也不会有什么感受的，它就是踩到了一个动物，就是很平常的就过去而已但是我们人也一样，人今天走过去的路上踩死了一个蚂蚁的话，那就是有什么感受呢？对于我们有什么感受？或者是踩死了一个其他的小动物，我们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呢？如果说我们不觉得，如果一个普通人没有学佛的情况下，你不嫌它脏的情况下，其他什么感受都没有。
你踩死了一个蟑螂或者踩死一个老鼠的话，那你可能是嫌它很脏啊，顶多就是一个这样的感受，但是根本没有他有没有痛，或者是他有没有怕，或者他会不会死，这些感受是没有嘛。所以实际上来说，我们做蚂蚁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感受是一样的，就像我们是一个人，大象的身体很大，所以大象踩死我们的时候，我们同样的就是特别痛苦嘛，对不对？而且是非常的害怕。但是大象没有这些感觉啊，所以一切众生的感受，能感受到他与我的分别就是在这里。所以我们就从这里，而且是以贪心或者是因什么样的那个嗔恨心，或者是在这里，如果是我们的美事，这么是累世累计当中，饿死的、冻死的、渴死的，这些每一个的死亡的数量都数不起来的，因为这些痛苦流出来的眼泪，如果是可以堆积起来的话，储存起来的话，比大海多很多的，就这个意思然后在我们断手断脚的这些，我们自己的这些断手断脚的这些手跟脚，如果是堆积起来的话，比一座须弥山还要更高。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已经是多长时间，已经无量无数的时间。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做了些什么？到今天度我们还没有解脱，所以呢，我们现在继续呢，应该要做什么？那么过去的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还是在一直不断的留在轮回当中。那么我们现在好不容易可以遇到了佛法，那我们现在应该是要在精进修持的时候，这样去要精进的修持。这样的话，就佛陀给我们讲这么多的道理。那么佛的弟子嘛，这些上师、善知识们、高僧大德嘛，那么写作这些佛的功德，一个一个的变成文字让我们听我们可以学习。这样的情况下，用意是什么？想要度化我们所有一切的众生。那么一切众生都可以在同一个时间遇到佛法吗？这也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这么多的众生里面，自己可以遇到这个佛法是非常殊胜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浪费这个下半人生，要好好的去精进修持，这才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仅仅曾经生于地狱是喝过的铜汁铁水，也比四大海洋还多。这个是我们下地狱的时候，呢，就是喝的那些铜水这些来说吧，也是如果是算起来的话，比四大海洋还更多。现在对此轮回没有身体刹那的处理心，而是为什么？被贪执所束缚的人们，还将在无边轮回中感受比以前更多的痛苦。虽然仅以随福的分的少许，虽然仅以随福的分的，虽不分的，福德分的，是不是？对。少许善过获得了如梵天和地势般的长寿、相好、财富圆满的身体，但是最终也摆脱不了死亡，死后也将感受恶趣的悲惨痛苦。我们这些人现在虽然暂时拥有财富、无病等少分的安乐，
但在几年或几个月，甚至仅仅几天的时间里，山区的安乐国好景户将会变得非常贫穷，极其可怜，或者不愿意要感受恶趣愚人的痛苦啊。那么这个部分来说的话，我们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轮回的过患。为什么讲轮回的过患？我们要首先第一个认出轮回，而且是要认出轮回的这个真正的真实的这个状态，就是要真相。认出轮回的真相是起什么作用呢？必须得要对轮回产生处理性。如果对轮回没有产生处理性的情况下，而且是我们一直都是对轮回当中的，就像我们现在是人，对我们人的这个生活，也可以说是在人间，我们对人间的这个贪心完全没有办法断除，完全没有办法对人间轮回产生处理性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的修行就是不会成功的。所以非常简单。所以为了我们能够可以对轮回当中能够要解脱出去，就是首先必须得要对轮回产生处理性。每一次的死与然后就是在投胎，这就是一种转界点。那么这个转界点来说呢，也是就像昨日跟今天一样，你昨天最喜欢去的地方还没有去成的话，今天一天凉的话，一定会往那边去。就像这样的道理，你对轮回一直都是不断的在执着的情况下，那么就是加上你的业力因果，所以你一定会继续留在轮回的苦海当中。所以我们必须得要对轮回的苦海要产生处理性，产生处理性才是能够可以我们修持能够脱离六道轮回的法前面一段已经念完36最后一行。最后是哪一个？现在要感受恶趣难忍的痛苦，这念过了。现在暂时的幸福，好是梦中正在希望发达之时突然醒来，有何诗意呢？所以现在我们人间的有些人年轻的时候，身体也健康的时候，甚至有些能力的时候，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还是更有希望的那些想法的时候呢，相当也是在一个人做梦，梦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梦，梦里面就是梦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而且自己就是享受快乐，非常幸福的那个时候呢，就因为就是其他的原因，就是一个声音或者什么，你从梦里面就是吵醒了，然后就梦就没有了，那就那个时候就睡醒的时候，因为有些好梦呢，中间醒过来的时候就有点怎么说舍不得有点舍不得，哎呀，觉得就是继续做一点这个梦，就是因为人的贪执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有些噩梦中醒过来的时候，就还是有点可怕，有点不敢想象，然后就不敢继续睡的，这些都是贪心而来的。因为人呢，就是我执是非常严重，就像这样。所以我们虽然是梦，但是我们实际上来说的话，就今生的一切也是一个梦而已。对佛陀对我们众生所讲的，实际上来说的话，就是一切的怎么说呢？在我们白天的所有的事情跟晚上梦境里面的所有的事情，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对于我们众生而言，就是执着成白天的一切事情是当作是一个真实的。所以我们修持佛法的时候，就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世俗低跟圣义低的，这两个的分别也是一种这样的过程。那现在我们就，虽然我们把这个白天的事实是当作是事实的话，那么就是按照事实来修持，我们就这就是世俗低。
我们要知道啊，做功德是有功德的，做修善是有善的果报啊，造业是有业力因果，这样去想的话，才是我们这个六道轮回才是可以结束的。因为我们的执着已经是太深了，所以我们还是在这个以世俗谛的方式去修持，才是达到最后的胜利谛的这个国位以这样的区分。所以我们不能就是在人间轮回当中的一点点的这个幸福，那些呢就是不要当做真实的幸福，而且是更不能有对这个有更多的这种欲望。以暂时的一点点善果享受幸福快乐的人们，因业耗尽后，没有刹那自在驻留，因便是坐在天宝严氏的如意宝座上，尽情享受5种玉妙的快乐天王。寿命结束后，也将在睁眼闭眼的瞬间堕入地狱，在烧铁的地板上低着头感受痛苦。那么这个讲到就是天王，就是玉皇大帝等等这些天王的意思。好，不用特别解释。同样，太阳和月亮虽具照耀世主的光芒，最后也会转身到黑暗之中。到那时，甚至趋势之体也是看不到的。像这样虚假的轮回安乐，是没有什么可信的。所以，此时此地为了脱离轮回的大苦海，获得永久的圆满正等觉果位，应尽力精进以加行正行、后行圆满而修行。好，那么这个前面呢，就是讲到就是整个六道轮回的轮回的过患。轮回过患里面就是要人、阿修罗道、天，然后人间阿修罗天、阿修罗道、人间畜生、恶鬼、地狱，是这样的六道总的过患就是这个样子的。是大概就是总的来讲吧，所有的那个地狱也好，天道也好，这天道以下、地狱以上的整个的六个地方的所有的众生的总的痛苦跟总的过患就是这个样子。然后现在呢，就是开始讲六道的分别在六道轮回当中的人间的痛苦是什么样的，地狱中的痛苦是什么样的，恶鬼等天道、畜生这样各自分别的这个部分。自本作人着光着我